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真侪人爱食冰淇淋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啉冰淇淋的啉，读乐音啉第5条。读啉这是读文音，其实咱一般生活中较接读到的是白音，读做蓝，蓝雨的蓝，读乐音蓝，同款嘛是第5条。蓝就是鸭的意思，像讲鸭雨，咱会当讲是蓝雨，也个鸭水嘛会当讲是蓝水。蓝嘛会当形容是水或者是液体为顶面流落来的形，像讲甲色料染伫咧模型，咱讲是蓝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蓝汤，意思就是甲油，互这个粗肥食色，或者是讲抹这个油药啊。第2个词读做四蓝水，这是形容目屎流、目屎滴的形，嘛会当讲是目屎插插滴、目屎插插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幼花仔师傅是国际级的，为粗肥到蓝汤拢是家己来。伫咧世界级的比赛拼到冠军，伊当场感谢甲目屎四蓝水，谢天谢地谢后兄谢饭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蓝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